寫461句金句，一輩子都要睇心理醫生嘅孩子。最近咧 NVIDIA 嘅創辦人黃仁勳有一段媒介嘅訪問，好紅啊！佢就話：如果喺亞洲長大嘅小朋友咧，可能一輩子都要睇心理醫生。咁佢就最近接受咗新加坡媒體CNA 嘅訪問嚇，咁佢就話對台灣嘅父母嚟講咧，係永遠都會覺得唔夠好嘅。咁個孩子咧，每一日都會被父母批評嘅。咁佢話雖然佢今年已經63歲，父母仍然會不斷俾好多意見啊，所謂碎碎念啊嚇。咁而佢通常佢都話笑口話好啦，得啦咁樣同父母溝通。咁佢話佢係好欣賞父母嘅愛，但係佢同時亦都指出亞洲嘅父母咧，好似永遠都唔滿足，永遠都覺得孩子唔夠好，好容易用批評作為成長嘅一個工具嚇。係咁樣咧，就第一聚焦喺外在嘅表現，小朋友咧長大就好容易將表現等同為佢嘅自我價值，咁又容易抑壓咗自己真實嘅情緒啦。總係要用做得更好，我要好出色先至被愛，係作為愛嘅條件。咁所以外在可能好出色，但係內心充滿焦慮，充滿低自尊、低自我價值。所以佢就鼓勵父母每次咧俾完回饋、俾完 feedback 俾孩子咧，都要翻去愛嘅關懷裏邊，翻一種情感嘅連結裏邊。咁我覺得呢個 point 咧都值得我哋父母留意嘅，即係甚至團隊關係都係嘅。即係第一，將表現同價值可以區分，讓孩子知道佢被愛咧，唔係因為佢成績考第一，而係因為佢本身就值得被愛。因為你永遠都係我仔，永遠都係我女，因為你嘅真誠、你嘅熱誠，你係被愛嘅嚇。咁第二咧就容許情緒存在。當孩子覺得難過、憤怒、傷心嘅時候咧，首先係陪伴、同行、聆聽，而唔係急於去修正佢、俾 feedback、俾意見佢。第三啦就係練習真誠嘅溝通。父母咧都可以講出自己嘅脆弱、自己嘅擔心、自己嘅焦慮、自己嘅不安，而唔係一味喺度要求孩子，更加鼓勵孩子都可以講出佢真實嘅情緒、憤怒、無奈、委屈、悲傷、難過。最後咧就係佢非常鼓勵大家減少比較啊，即係唔好再將自己孩子或者員工同其他人比較，而係鼓勵一種即係同理啦、關心啦，讓孩子懂得去自我肯定，而唔係依賴外在嘅評價。最後咧，黃仁勳亦都表出佢喺 NVIDIA 其實相當成功啦嚇，全球市值最高嘅其中一間即係上市公司嚇。咁佢都表示佢係用咗呢一種有效嘅方法，既係高要求，同時都係高嘅關懷，有愛嘅流動咧。佢話呢一個係一個好有效嘅管理嘅方式嚇。我哋自己都值得問翻自己，你同人嘅交往會唔會攞到呢個平衡呢？一方面係有要求嘅，一方面係有質素嘅，同時都係有情感嘅關懷嘅，而唔係淨係用外在嘅表現去衡量對方，衡量你有冇價值。而往往我哋咁樣去睇對方咧，都係因為我哋咁樣睇自己。所以最後值得問下自己，我會唔會對自己都有太嚴苛嘅要求？會唔會都要求自己完美無瑕，而缺乏俾自己足夠嘅情感嘅關懷同埋體諒支持？所以好渴望我哋能夠對自己既鼓勵自己每日進步，但係同時都懂得自我關懷、自我愛錫、自我照顧，真係好好去愛自己，從而懂得同人咧都建立一個更和諧、更平衡嘅關係。Thank you。